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中國的導航軟體高德地圖，最近推出着新功能，除了會當看到車紅燈的秒數之外，台灣的車道甲街景嘛攏即時來顯示，這嘛引發着民眾的煩惱咯。使用這導航，是不是會去互對方監控，將做國安的破空？數位發展部來回應，講這個車紅燈的秒數是透過着大數據來分析，唔免緊張。內政部長劉世芳講，會進行風險的評估，建議公務機關先賣使用。不管是開車還是步行，不少人會使用手機導航，但近期傳出中國的導航 App 高德地圖中的台灣街景相當詳細，引發國安疑慮。中國導航程式高德地圖，號稱講會當精準預測車紅燈的秒數，連台灣的用戶攏當看到路口的號誌變化。既使用高德地圖，路上有幾個車道，紅綠燈還剩下幾個，甚至是秒數都顯示得相當清楚。沿路有幾個車紅燈，應該佇倒位轉彎，甚至連車佇倒一個車道地圖攏看有。精準的導航功能，和部分的人煩惱講，若是掌握號誌甲車流變化，對用路人行為，敢有可能冇一定程度了解？一旦這資料被收集分析，恐驚有被監控的風險。面對質疑，數發部解釋講，車紅燈秒數是透過大數據的運算，民眾唔免煩惱。我們的相關的部會就會覺得哇很緊張。這個東西啊，因為它可能碰觸到我們的這個上層，它的意志啊，就是廢紅供應鏈。我覺得這個大可不必了。我們會做風險評估，那風險評估之後，如果認為說對台灣的這個國安問題呢產生重大的影響的話，當然我們會加以禁絕。那我想不止遠景啦，公務機關裡面應該都不要使用。另外，有民眾發現講，佇高德地圖找中華民國總統府地點的時，跳到南京，嘛無立法院等等的標示。這個圖紙敢有經過中國方面的修改過程中，這資訊敢有可能刷做其他的用途？所謂大數據搜尋的系統敢有風險？相關的單位提醒鄉親一定要細緻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